聖誕節不只是紀念耶穌基督的誕生，也是一個充滿愛甲感恩的慶典。所以台南大安東百貨持續用愛分享來舉辦聖誕公益點燈。在2月1號百貨廣場，除了有光華高中幼保科學生總辦成50位聖誕美女要來發送糖仔，也邀請學生進行精彩小提琴演奏、英語歌謠以及盛大的聖誕合唱等一連串表演。除了學生表演，也出現超人氣的菜市仔、夜市仔的見面會來炒熱氣氛。加上聖誕裝扮的 AI 機器犬已經會曉走跳等特定的動作，吸引眾人眼光，紛紛提起手機來留念。當然，講到聖誕公益的重頭戲，百貨總經理徐雪芳在市中每天見證，嘛以贈送台南市北門、七股將軍等3區150位學童有9個冊包等聖誕禮物，除了互因提前感受聖誕歡樂的氣氛，更希望為偏鄉學童點燃希望。大家對於我們偏鄉小朋友的愛，也會成為他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讓他們能夠走得更遠，然後以後要承擔更大的責任。最重要的是，長大以後，我們的孩子要能夠學會回饋社會。多年以來，台南大安東百貨愛分享在各界企業的公益贊助加優質的觀眾，和活動愈辦愈搶眼，已經連續17檔。所以會中百貨總經理嘛親自頒獎感謝狀，表明威信。我們點亮的燈，不是只是耶誕樹的燈，更是來自四面八方各界最溫暖、最燦爛的愛心，對不對？對。在我當市長7年，我們來了7年了，但是也非常非常感謝哦，每年都讓我深深的感動，每年都讓我滿滿的歡喜。要代表台南市186萬市民朋友們，感謝遠東百貨能夠募集這麼多對於我們同學就學生活以及在學校運動非常有幫助的。在這個溫馨的時節，百貨透過公益聖誕點燈，不只要點光15米全市上懸的聖誕樹，更重要是將關懷甲祝福傳播給更較儕人，共同分享聖誕的喜樂。台南新聞管子採訪報道。